政府为着要鼓励民众购买到节能的家电，为6月15已经开始哦，为期2年，只要购买符合规定的节能电器，包括电冰箱、冷暖气机甲除湿机，上侪有2000块的补助。若阁搭配着太古换新的方案，会当阁补助3000，上悬会当省5000块。看厝内冷气机是毋是伤旧啊？有想要买一台新的，会记你挑选能源效率高的节能家电。今年6月15开始，为期2档，符合标准都会当申请退还货物税补助。买3种节能家电产品，最高可以退税，从500块到2000块。哦，那有冷暖气机，哦，那有电冰箱，哦，那有除湿机。货物税条例上路，若是拄啊符合换新的方案，还佫会当补助3000块，加起来消费者上悬会当省5000。若是省钱，这电费嘛省袂少。以台北市服务业者来算，一档省5000万度用电量，超过1.5亿的电费。全国大概有86个据点，我们的消费者可以透过网络或者透过纸本来申请。这次的补助拄好拄到电器消费旺季，业者预估会当互这冷气机、电冰箱、除湿机的买气提升3成以上。政府推新制，卖当省钱，也佫会当节能减碳，爱地球。